N118巴士暴力事件，獨家避險錦囊公開，3招教你化解衝突。各位網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灣仔298電腦資訊網嘅時事新聞觀察。今日要同大家深入分析嘅就係近日喺網上瘋傳嘅 N118通宵巴士暴力事件，同埋我哋會公開一套獨家避險錦囊，3招教你喺公共交通上化解衝突，保護自己。1. 事件回顧，10秒內由口角變暴力。根據 Facebook 專頁木嘴發現地嘅記載，事件發生喺2026年2月27日凌晨約1點，地點係港島往小西灣方向嘅 N118巴士。一名藍衣男子喺車上大聲外放短片，聲量大到影響到前排乘客。前排黑衣男子上前理論，雙方講咗幾句，火氣愈燒愈旺。之後，藍衣男子突然連續出拳猛擊黑衣男子嘅頭部同身體，黑衣男子喺車廂內多次大叫救命，車長即刻喺亞公岩道站停車報警，警方遲鈍到場戒備，救護員亦為兩人處理傷勢。影片曝光後引起全城對公共交通安全嘅關注。2. 事件反映嘅3大社會問題，呢件事唔係偶然，而係反映咗香港近年3個愈來愈明顯嘅現象。公共空間壓力大，深夜巴士都可能逼滿人，情緒容易被觸發。生活壓力累積，經濟不穩，社會焦慮，令火氣變得更短。情緒管理不足，一句挑釁，一個眼神，一段外放短片都可以變成導火線。真正值得問嘅係，點解一句說話，一個動作可以喺10秒內變成暴力？3. 獨家避險錦囊，真正的智者三問。喺我哋給大家嘅真正的智者三問錦囊入面，有3句好值得大家記住嘅說話。1. 這句話會讓我多一個朋友，還是多一個敵人？2. 這句話傳遞的是事實，還是只是我的情緒？3. 這句話有必要現在說嗎？不說會怎樣？呢3問其實就係化解衝突嘅核心。真正的智者三問錦囊 PDF 檔案可以在本影片的留言區內找到。如果找不到，亦可以電郵我哋免費索取。我們的電郵地址係 info@onechai298.com。4. 3招公共交通防身法，避免衝突升級。真正的智者三問錦囊的精要及應用。1. 連結，我講呢句係想解決問題，定係想多個敵人？黑衣男子上前理論前，如果佢問自己，我係想解決問題，定係只係唔順氣？我講呢句會唔會令對方更火滾？佢可能會用手勢示意，禮貌請對方調低音量，或者直接換位，而唔係用挑釁語氣令對方更激動。2. 澄清，我反映嘅係事實定係情緒？藍衣男子被投訴時，如果佢問自己，對方係咪真係針對我，定係佢只係覺得我太嘈？我依家嘅反應係基於事實定係基於情緒？佢可能會調低音量，戴耳機，講句唔好意思，而唔係即刻爆粗出拳。3. 止損，呢句說話有必要依家講，唔講會點？喺密閉嘅巴士車廂內，任何一句挑釁都可能令事件失控。如果其中一人願意止損，結果會完全唔同。唔回應挑釁，唔靠近對方，唔繼續理論，直接離開座位，或通知車長處理。止損唔係輸，而係保命。5. 乘客自保指南，避免同醉酒或情緒不穩嘅人正面衝突，保持距離，唔好企喺對方可攻擊範圍。對方靠近或挑釁時，立即移開。情況危險時，通知車長。如有需要，先拍片留證，但必須保持安全距離，並避免正面舉機對住當事人，以免刺激對方情緒。唔好做英雄式介入，以免自己受傷。6. 法律後果，打人唔係無事咁簡單。喺公共交通工具上施襲係刑事罪行，常見控罪包括普通襲擊、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、蓄意傷人。一旦定罪，一定有案底，影響求職、升職、移民，可能被判社會服務令、罰款甚至監禁。公共交通屬加重因素，法庭會更嚴厲處理。入咗監，面對嘅係一班同樣用暴力解決問題嘅人，後果更難承受。7. 結語，文明係每個人嘅選擇。N118事件提醒我哋，暴力唔係突然發生，而係由一句說話、一個眼神、一個情緒開始。如果大家喺衝突前肯問自己，我講呢個係想連結，定係想發洩？我係想解決問題，定係只係想贏？最後，如果你真係記唔到咁多技巧，其實只要記住一句好簡單嘅金句：遇上爛人莫理睬，遇到爛事莫糾纏。呢句說話聽落好普通，但喺今日呢個人口密集、生活壓力爆煲、經濟低迷、國際局勢緊張嘅年代，能夠保持冷靜、懂得止損，已經係一種能力。當大家都識得避開爛人唔同爛事糾纏，香港嘅公共空間自然會安全好多。
而你亦可以喺呢個越來越複雜嘅時代，穩穩企喺自己嘅不敗之地。大家同意嗎？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高見。多謝收睇灣仔298電腦資訊網嘅時事新聞觀察，拜拜。